来看中部地区的肠仔病毒进入到高峰期。台中市顶礼拜门诊甲急诊有3800外个人，是6都上最县区。幼稚园有36班来停课，这个彰化看诊的人数1200外人，南投嘛有447个人，三个所在拢已经超过着疾管署安全人数的标准。卫生局讲，可能是因为开学，学生囡仔伫学校互相传染、互相感染，所以为着肠仔病毒的学生才会这么多。十指交叉说一说。小朋友抹纱文，手洗互清气。当病毒疫情升悬，老师唔敢带伊，家长嘛真紧张。团购很多口罩，我想说赶快买多一点口罩，男生女生的全部都要用。然后呢，全家就几乎希望小孩在学校也尽量都戴口罩。疾管署统计6都当中上严重的是台中，敢若顶礼拜因为肠病毒就诊的人数有3831个人，影响幼儿园有36班停课。那台中、中部拢进入高峰期，包括彰化就诊人数1254个有4班停课，南投是447个4班停课，中部3个县市拢超过流行限制人数，进入高峰期。它就是会有一个高峰，因为上周刚好一个开学，对，8月30号开学嘛。那这一周我们是一个长病毒就业人士，的确是有达到一个高峰。疾管署讲，目前流行的是肠病毒71型，症状是爱困、骹手无力，确诊了后需要伫厝休困至少7天。若是出现持续吐、心跳加快，可能就是动静的前兆，一定要赶紧就医。